25年前发生921大地震，迄当时的地震中心南投灾情是真严重。迄时阵呢，有一位画家孙小英，伊就用这画笔记录灾后南投。即马25年过啊，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邀请艺术家去到灾害现场创作，记录这修复重建了的景色，要用艺术来回顾历史。 损害的玻璃酒厂，佮有放弃的集集车站。1999年发生的921大地震，一瞬间天崩地裂，尤其震央南投的灾情更加严重。当时有一位孙小英画家，世界画图记录灾后的南投。即阵经过25冬，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邀请11位艺术家，登去灾害现场创作，记录重建了的景色。迄个时阵，伊才68岁，伊就想讲，我也毋是建筑师，也毋是医生，嘛无法度去救人，无我来用我上内行的素描来画遮的灾区的情形。这个画展呢，咱主要是讲借由咱即马新的11个画家呢的产物呢，这个过程甲咱地震的记录，用这色彩的物件填补咱以前受伤的这痛苦。 921地震当时造成万外人受伤过往，厝倒超过10万栋，整体的经济损失有3000多亿。参与展览的画家想起921地震，心内有艰苦嘛有感恩。玻璃是好山海水，唔知讲那变安尼啦，闹心情啊，都逐日在过。 生活都真歹过哈。我看到以前大家连住的地方都化为零，今嘛大家重新够建设，的这个台湾人的韧性哈大家努力的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，感恩我们还站在这块土地上。 经过25年，过去熟悉的街仔路，如今有新的模样。这场展览伫南投抓教堂展到9月底，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艺术创作，呈现大家共心重建家乡的精神，用画图记录在地重建的历史。记者杨淑晴南投报道。